來看這道路的設計呢，除了是影響到交通安全，嘛影響到排碳。有關心這路權的民間團體呢，是來發布這街道環境報告書。民間團體是認為講，這街路的設計呢，就要重新來分配空間，才會當減少交通事故甲碳排放的這個量。同時，伊嘛提出5大訴求，呼籲這年底9合1選舉的候選人，攏愛來簽這個承諾書。現主時街仔路的設計較重視車輛車路較大條，不過過路人行路的空間煞無夠。民團表示，這唔會增加用路的風險，嘛會鼓勵民眾愈接塞車甲騎車，間接造成碳排放量的增加。拜託關心路權甲環境的民團發布街道環境報告書，提出5大訴求，呼籲街仔路的設計都要重新分配空間，來減少交通事故甲碳排放量。圍繞在的是一個關於立法，還有道路空間跟友善宜居，還有總量管理跟幸福交通這5個層面。我們希望政府可以立法保障，制定雙零交通願景自治條例。根據交通部的統計，2025年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有2858人。民團講，目前台灣22個縣市內底有14個縣市也未啟動淨零主題條例，顯示交通安全甲減碳政策要愛繼續加強。嘛呼籲年尾9合1地方選舉的候選人簽字承諾。其實交通的這個安全不應該源自於運氣而應該是這個設計跟治理的這個問題，以落實人本交通，包括從無障礙坡道，還有包括所有的通學巷這一部分都要持續再去努力。對於我們永續環境發展的願景，我們也都會希望我們所有的候選人夥伴都可以來簽署，來支持。現場嘛有下東派台北市議員出席簽字，民團強調交通安全甲淨零轉型攏是城市發展的重要方向，希望政治人物支持。目標是2035年交通死傷減半，2050年交通零死亡甲運輸淨零碳排。記者吳金陽、謝桂林台北報道。